其實華發雲璽嗰邊啊，你有其他朋友同我講，喺貧民區嗰邊，佢話嗰個係以前係個爛尾樓嚟嘅，係華發嗰邊嚟接手嚟嘅。咁我解答下呢個問題啊。下一個問題，第二個問題，有朋友同我講，華發雲璽下邊係九州港嚟啦，咁係你有好多個係你船啊，咁嗰邊嚟你會唔會好大嘅噪音呢？同係你路邊，佢靠路邊嚟嘅，咁總共都只有2棟，又靠路邊，會唔會特別嘈呢？咁我解答一下第二個問題啊。解答完，其他朋友同我問我嗰邊，咁華發雲璽嗰邊你咁，如果係颱風天嘅時候，因為係南方嚟嘛，颱風天嘅時候會穩唔穩正啊？即係覺得厚唔厚啊，實唔實正咁嘅？咁係你嗰個問題，你第三個問題嚟咁解答個方案，你咁我嗰邊同你解答一下啊。第三個問題就解答完啦。上三個問題其實係因人而異嚟嘅。如果有喜歡嘅，都係有喜歡嘅；有唔喜歡嘅，又有唔喜歡嚟嘅。咁今期嘅第三個問題就解答完啦，結束。